請揾一個舒服嘅坐姿，雙腳踩喺地面，雙手輕輕放喺大髀上，慢慢合埋眼，深呼吸，留意用腹式呼吸，吸氣嘅時候個肚慢慢脹起，呼氣嘅時候個肚慢慢收返。深呼吸3次，吸氣，個肚慢慢脹起，呼氣，個肚慢慢收返落嚟，吸氣，1、2、3，個肚慢慢脹起，呼氣，1、2、3、4、5，個肚慢慢收返落嚟。吸氣，1、2、3，個肚脹起，呼氣，1、2、3、4、5，個肚慢慢收返落嚟，放鬆你嘅膊頭，放鬆你嘅眉頭，放鬆你嘅全身，而家將注意力帶去你嘅眉心位置，想像嗰度有一團柔和嘅深藍色嘅光。呢團嘅光係你嘅靈魂之眼，係連結你前世記憶嘅門口。慢慢咁樣，唔使用力，只需要輕輕咁將意識放喺呢團深藍色嘅光上面，隨住每一下嘅深呼吸，呢團光慢慢變大，越嚟越大，越嚟越大，直到佔據成個畫面，然後開始旋轉，再慢慢形成一道光之門。呢道門通往你嘅潛意識，通往你靈魂曾經走過嘅旅程。當你準備好，想像你企喺呢道光嘅門前面，門上面冇任何嘅標記，但你知道呢一個係時空之門。你推開門，走進一片無邊無際嘅光海。喺呢片光海嘅空間入面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同時存在。你感覺安全、被保護、被接納。你可能會見到一啲畫面、顏色、人物，或者只係一種感覺、情緒。無論你見到乜嘢畫面，或者只有感覺，你都容許佢哋發生、存在。如果你見到任何令你唔舒服嘅畫面或者感覺，請記住，你只係一個觀察者，你係安全嘅。你可以喺心入面同自己講：我願意看見，我願意學習，我願意療癒。繼續深呼吸，讓光完全擁抱你。任何需要被帶到今世嘅智慧，都會喺適當嘅時候浮現。你唔需要刻意去揾，你只需要開放。容許一陣間你做練習嘅時候，同前世有關嘅能量，你需要學習或知道嘅事情，都會呈現。慢慢將注意力帶返落嚟喺呼吸嗰度，帶返嚟身體入面。感覺返你嘅雙腳踩喺地面，感覺你嘅手指同腳趾可以稍微喐動一下，
當你準備好，膊頭可以輕輕喐動一下，慢慢睜開眼睛，帶住呢份連結進入今日嘅前世探索旅程。